大家樂小強滑蛋，少女食到嘔。文女都醒晒啦，100分呢天大家樂見。呢鑊就唔慌唔100分啦。范小姐星期三朝早喺奧海城大家樂買咗份雞扒炒滑蛋翻屋企食之前，佢一直冇打開過個盒㗎。一咬落去好似咬到啲洋葱咁，咁我攞翻出嚟睇咯。咁啊，嗰度應該係食翻2樓啦。咁個size 大概係一個手指頭咁長。你見到你眼同埋裡面嗰啲係透明狀咯。刷咗幾次牙都仲凝住啊！唔係，我真係好激氣啊嘛！真係大佬，你試下擺隻小強落個口度咬啊！佢嬲到即刻打去食環署投訴，仲拎埋盒小強炒蛋俾食環署化驗。我有好大嘅陰影咯，以後我就唔可能食炒滑蛋啊，洋葱唔敢食啦，可能或者可能見到其他食物裡面係包住啲，係譬如雲吞嗰啲裡面包住睇唔到我，可能都會驚咯。佢話嗰間大家樂不嬲都唔係咁乾淨㗎啦，有好多烏蠅，佢以後都唔會再幫襯喎。食環署亦都派咗人去巡查。